後來過來是刑事局抓到一團詐騙集團，以台中市的號體做詐騙的機房，利用 AI 視訊電話，假作是中國的公安，甲香港的民眾來詐騙。2年來是騙100通人，詐騙的金額高達新台幣3000萬。警方衝入去機房，甲詐騙的成員總抓起來。一大隊警察裝備齊全，衝入病體，準備要攻破詐騙機房。另外一邊，警方伫2樓埋伏，前後將路攏塌死，敲破窗仔門，命令內底人乖乖配合。嫌犯看走無路，竟然想要毀掉證據，將藍色的衫甲賴達對窗仔門彈出來，想要將證據燒掉。這領藍色的衫，就是仿造中國公安的字號。高規格電腦配視訊的鏡頭，拍到攏是搭簡體字的標語，和中國公安的辦公環境正相同。詐騙集團跨海犯案，在台中南屯甲北屯的合體設立詐騙機房，卡 AI 的視訊電話去香港，目前是中國的檢察官或者是公安，講個人的資料和模樣需要監管財產。民眾若互騙去，將錢匯入來詐騙集團的口座，就會隨轉做虛擬貨幣洗錢。2年內已經騙要100香港人，攏總騙3000萬的新台幣。好，講了。詐騙機房就設在咧主題區，未少民眾看到，才知影厝邊竟然就是詐騙集團。因為佇咧台中北屯一棟愛4000萬的合體。南屯4層樓的透天厝，一個月租金也超過4萬塊，都是為了要被警方的查緝。這一次是罕見的，是查到他們檢察員的制服，然後這一件制服是跟中國檢察官的制服是一模一樣的，尤其是上面還有一個他們的徽章。詐騙集團利用 AI 視訊的新科技，佇兩化走跳，世界共騙。檢警積極偵辦，將涉案的主嫌等17個人繩押核准。不要讓台灣變作詐騙國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